近年来，中国当局加剧鼓励汉族人迁居到东突厥散并永久扎根，与此同时，宣传通婚，强迫维吾尔妇女与汉族人结婚。最近有消息称，喀什当局禁止维吾尔人按照伊斯兰婚姻法举行婚礼。自由亚洲电台通过电话采访，使这一消息得以核实。接打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的喀什民政局人员最初拒绝回答，但有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喀什当局禁止伊斯兰婚姻，不允许念尼卡赫，婚姻只通过获得结婚证书来完成。曾在乌鲁木齐仓房购的一处集中营被迫教授中文的维吾尔妇女凯利比诺尔·西迪克最近向外界透露了她在营地中所见所闻。她表示，她在乌鲁木齐的集中营任教3年后，于2019年10月赴欧洲求政府庇护。她在采访中生动地描述了集中营中的频繁死亡、人身折磨、饥荒以及难以想象的恶劣生活条件。引起凯利比诺尔注意的是，营地中没有任何汉族人，里面的俘虏绝大多数是成年人、维吾尔商人和实行正常宗教信仰的青年男女。在成千上万维吾尔妇女被囚禁的集中营，有60%以上是老年人，他们的头发都被剪掉，其余的都是年轻女孩。这些女孩与凯利比诺尔一起，也是强制绝育政策的受害者。集中营警察告诉凯利比诺尔，对被拘留的女孩进行轮奸是不足为奇。他看到数百人在集中营中丧生、瘫痪以及完全精神错乱。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明表明，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妇女实施强迫堕胎和绝育政策。美国国务院再次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在该地区采取的相关措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深为关切中国政府对该地区医院中针对维吾尔妇女实施强迫堕胎和绝育的暴行所造成的后果。至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此问题的所有批评，并试图否认国际报道和阿德里安·曾兹等专家的观点。美国国务院重申了对这一问题的承诺，并表示将密切监视局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美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进行评论。美国在联合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失败，提交的关于延长伊朗武器禁运期限的方案被安理会否决。关于重新恢复对伊朗制裁的提议也遭到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集体反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武器装备。蓬佩奥说，如果取消联合国制裁，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中国和俄罗斯将把军火库中一切交给伊朗，我们将尽力防止他们成为武器供应商。蓬佩奥还强烈批评盟友英国、法国和德国不支持美国无期限扩大对伊朗的武器禁运的决定。他表示，欧洲不支持无期限延长武器禁运。他说，我认为在联合国这个重要问题上，世界支持俄罗斯和中国真的很危险。据中国媒体报道，截至目前，长江口碰撞事故共发现8具遇难者尸体，仍有6人失踪。20日3时39分，载运约3000吨汽油的龙庆1轮与砂石料船顺达11轮在长江口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油船甲板起火，砂石料船沉没，两船共17人遇难，其中油船14人，砂石料船3人。